要重塑，其實係咪一定要知道自己想點先可以開始嘅呢？我覺得又有係又有唔係。點解呢？嗱，係就好簡單啦，因為如果你知道自己想點呢，你成個過程一定係事半功倍嘅。咁但係如果真係唔知，咁係咪唔開始呢？其實咧，又有幾多人真係知道自己想點呢？都唔容易嘅喎。但係如果我哋唔開始，咁就永遠都原地踏步。咁所以我哋都應該係嘗試開始嘅。咁亦都有啲方法係可以自己諗下嘅，譬如諗翻人哋成日講嘅返回初心啦，諗翻最初點解要開始啦，亦都可以再諗下成個過程裡面究竟乜嘢令到你最滿足、最開心。由呢一啲部分去開始咧，就比較容易啲諗到一個自己想做嘅一個目標嘅。揾人幫下手啦，例如揾專家啦，或者去試下用藝術探索自己嘅內心世界啦。咁我嘅情況又點呢？咁我情況今次講重塑呢個品牌啦，咁就一半半啦。咁本身我都幾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，同埋個滿足感喺邊一度嘅，只係個方法做得唔好，咁我就開始嘗試重整成個品牌啦。咁個過程亦都唔係話咁簡單，一路就知道點樣做，都會喺好多試驗裡面啊、錯誤啊、測試啊裡面咧，再整頓自己原先嘅諗法，先去整到個形態出嚟嘅。而嘅過程裡面，我覺得同我平時咧個人都好中意做藝術咧，比較知道自己個內心世界有啲幫助。因為我自己覺得經驗裡面，成日接觸藝術嘅人咧，佢係比較會有啲容易出現一啲浮現一啲靈感啊，或者突然間會諗通一啲嘢啊。咁係咪真係得呢？咁就要大家試下先知啦。無論你用咩方法啦，或者今次嘅結果會係點啦，我覺得都係好享受嘅過程。而且咧，最重要係，我覺得成個過程裡面去到呢一個位，我都了解咗自己好多。